镜头转来国内，进前讲有中国货船挑工驶来基隆港的外海，甲咱的海底电缆交互断。最近是搁出另外一只，这形状嘛真怪奇，引起国安的疑虑。国安局长蔡明干是表示讲，最近这3年来，每一年海底电缆拢会断7、8解，大多数都是中国因创的。过来，咱会设一个科技的专家资料库，加强来巡查。 中国宽基轮顺兴39号进行涉嫌搞断基隆港外海的海底电缆，目前唔知去倒。另外一只蒙古籍宝顺轮嘛，互人发现伊航迹无正常。佮加上最近这几天又个驶登来偏加苏北方，也引起关心。海底电缆是关键的基础建设，立委关心顺兴39号过去1个月伊航线可疑，背后是毋是有政治目的？海巡事先是毋是有发现各样嘞？真的是来这边要卸货吗？ 之前进港的资料来查询哦，那事实上他进基隆港有在装卸大量的冷冻食品、大量的冷冻货物。中午接到报案的时候，我们立即要求他到基隆外海配合，他也配合了。那天海象不好，我们完成搜证之后，因为他不是现行犯，距离案发有9个小时，所以我们没有立即查扣。台湾市区内有14条国际海缆、10条国内海缆。最近3年，平均当年有发生7解至8解的断缆。国安局长蔡明安则来表示，包括大量抽山、地输海缆现出来损害，也有渔船拖网扯断去，大型货轮落定时阵损害，也有宽基轮制造阿护活动。这拢是较无法度处理的威胁新形态，会列做应该处理的重点。多数都是受到中共国籍的海缆来造成破坏，中共籍的船舶以及可能中共的船舶挂到第三国权益轮的这种名义到周边海运活动的状况，这部分是我们接下来主要查处跟收集情资的重点。一旦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想我们海巡会先出去。那如果海巡需要海军策应的话，我想我们也会出去一起协同。 针对安怎强化海缆的韧性，跨部会共同合作。海巡甲国军会加强海缆四周围海域重点巡检，共同建立科技专家的资料库。国民党立委陈永康建议，应该建立共同平台，掌握专家的动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